有冇聽過一個詞語叫做老人語 （elder speak）？就係指年輕人同老友記溝通嘅時候，會採取同 BB 講嘢一樣嘅方式。例如啦，聲線高八度，用疊字或者係好簡單嘅事都會稱讚。好叻喎，識得自己飲水水。有研究指出，用老人語對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講嘢，對方會更容易無視或者唔配合，甚至會有負面情緒同表現，好似大叫或者變得唔耐煩。哎呀，但係我成日都係咁做喎。我哋經常會因為老友記嘅年齡、失能或者因為認知障礙症而不自覺咁用咗老人語嚟表達我哋嘅關心，但係老人語呢，其實會令到對方覺得自己不被受尊重，甚至係鄙視，因為佢哋好清楚自己已經係你嘅阿公阿嫲。咁80歲嘅退休校長俾人當細路哥咁對待，起着我都有情緒啦。所以我哋要採取尊重嘅態度，同適合嘅語氣同佢哋交流。婆婆，你要睇電視定出去散步啊？呢度好焗啊，我哋出去行下啦。尊重嘅溝通由將心比心開始，佢係長輩唔係 BB 啊。